后下主持日线来个，今晡日就得盘里出人。弗利斯是梦你该照顾，唔是客气。钟夫人，我让你说明。等一下，强拿的那种出人带入厨房前，到留下该皮架开台盘里出人，这个到隔壁该肉曲两肉个。我知嘞。出人过後，請問馬英做得老總先生溫柔嘅？係我啊。好，請你到藥房買乳點、生理鹽水、棉花鉗，還有3x3公分嘅紗布。好，我來教你用辦溫柔嘅。提前你要老上後解球紗布打開來，先用生理鹽水浸過。棉花鉗用人口式小兔，用女度向腦背高，全係單論，唔好來來去去經過。我知。生理鹽水小兔過後，溫柔點，強讓用棉花鉗人口式小兔，用女度向腦背，熱練就好。乳點過後，等30秒半個小兔。這個用生理鹽水撈當背嘅乳點出貼，嚇內這個用100生理鹽水哦。係講乳點冇小兔槍，佢嘅色素會侵蝕。強讓人口式小兔乳內度向我背，第熱練係麼？係啊，愛結構溫熱度做嘅呢？原則上，人嘅溫熱度就做得。係講上後冇注意冇濕拍，就愛高溫熱嘅，上後愛保持半機早早。好，請問還有其他注意事情嗎？我讓你說明兩種會簡單呢。上後盡量保持強力乾燥，平應該兩隻腳愛卡高度，做得促進血液循環。冇問題。還愛注意上後有出血嘅情形麼？人講手風動態，一定唔好用手去摸傷口。係講轉去了後，傷口出現風、腫、燒、痛，情況呢係傷口發火，一定要嚴時倒轉來本醫生看。我會注意嘅。愛促進傷口下腳生肉，強度是高維他命 C， 老高卵白質嘅食物。弗利斯，請問結構做得拆線咯？日本係前日到2禮拜個，將做得拆線。下年門診，醫生會估算傷口拆線嘅時間。好，我哋會準時到轉來本醫生看。其他是找醫院派遣嘅行程，找時間到轉醫院來做復健。冇問題。手術過後，老飲食會教已經讓你講述。愛麻煩你喺平凡出現準皮膚目標介紹會教查兩欄面當前面。另外一份出現照護風景老計劃書，幫你帶轉去參考。弗利斯，你很會喲，真緊係命大六壽，為處也為友，希望你哦。唔是客氣，祝你做到恢復。